水車一事，你進展的如何了？爹，孩儿已完成778，只待什么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说只待的？王爷如此抬举你，给了你机会，你还不好好把握？我们杨家世代为官，为父，更是本朝建制以来第一个大三元，而你，却只是个同进士。若是此事不能做得妥妥帖帖，我還有何颜面面對列祖列宗？大人，宮中來人了，快請。是。杨大人，邱公公，皇上口谕，请杨大人进宫议事。公公可知皇上找我何事？杨大人，您誤会了，皇上找的是这位杨大人。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好啊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朕还真难以置信。这水车果然可以把水从低處引到高處，效率之高，此乃造福於萬民的好事。你等立此大功，朕一定要重賞你們。对了，你就是秦柔口中的周大同？草民正是。好，哈，你可想當官吶？皇上，草民就是个粗人，當不了官的。若是皇上以後有事，差人找我便是。我大同定當盡心盡力。好，爽快。既然不想當官，那你要什麼賞賜啊？皇上，此事說來恐怕有些不妥吧？哎，有何不妥？說。不瞞皇上，草民在長樂街上，開了家店，草民斗膽想向皇上求個墨寶，還請皇上幫我提個額匾。放肆！不送就不送唄，這麼兇幹什麼？皇上，除此之外，朕還要賞你黃金100兩。謝皇上。你就是楊大學士的公子？啟稟皇上，微臣正是。楊大學士求見。宣。皇上，微臣不知皇上召犬子進宮所為何事，若是他作奸犯科，還請皇上責罰微臣。楊大學士啊，你也不問問清楚，這哪是什麼作奸犯科之事？分明是你養了個好兒子，他們倆做了一台水車，幫朕解決了西南大旱，造福於萬民。朕賞還來不及呢，啊，怎麼到你嘴裡就成了作奸犯科了？啊，來，賞！臣替犬子謝皇上，謝皇上。年後參見王爺。你來了，你是讓我跟你一塊迎接三哥的吧？正是因為此事而來。實不相瞞，我已經準備好了酒菜，只待迎接他們回來了。我也多日不見我那調皮的妹子，甚是想念。那還等什麼？咱們走吧。好，走。三哥回來了啊，四弟，王爺。小四，大哥，多日不見，豐腴了不少。你說什麼呢？我哪裡胖了？王爺，這一路你們辛苦了啊，不辛苦。
总算是不負父皇所托，有所成效。我们可担心死你们了。哎，我有点饿了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先回府吧。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琪儿，不知父皇龙体是否安康？琪儿不孝，多日不能侍奉在旁。朕的身体你是知道的，妻儿啊，当初听到你遇袭的消息，朕坐卧不宁啊，生怕你像你大哥一样。琪儿有父皇庇佑，自然吉人天相，父皇莫要担心。父皇，儿臣寄给您的信，您可收到？收到了。那些贪官污吏，朕一命刑部处理了。水车之事，朕已下令，各地府衙照批制作，大兴水利，造福于民。父皇明察，万民有福。儿臣替百姓谢过父皇。起来吧，妻儿。谢父皇。来与父皇谈一谈你在路上遇到的奇闻奇事啊。好。尊上可是在思念某人了吧？这不是你该問的問題。對了，這件事就辛苦你了，想必謝延琪也不會再懷疑你了。以後你在王府辦事也就更加方便。對了，你的傷好些了嗎？舒兒的傷已無大礙。多謝尊上關心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早點回去休息吧。這是幹什麼？放開！我不放。難道你還不明白舒兒的真心嗎？放肆！難道你嫌棄我？我早就跟你說過，你我是不可能的。為什麼？我不甘心。自從我第一次見到你，我的心裡就有你。為了你的大計，我甘願投身於他人的懷抱，我可以連自己的性命都不顧。我為你做了那麼多，為什麼你都看不到呢？你別忘了自己是什麼身份。我什麼身份？我是孔雙雙，是萬人矚目的大明星。現在卻到了如此阿雜之地，還這樣低三下四的求你，你還要我怎麼樣？稍微有理，你就灰飞煙滅。你不是想幫我做事嗎？我給你機會，明天你去指證謝延辰，時間地點你自己選，有你自己的方法。若是你辦不成，就不要來見我。